后来继续来看台湾送翠庵援助各国，受到不少国家的赞赏。但是有网友来质疑，政府送翠庵是有目的的，是为着要来建交。外交部长吴钊燮来澄清，并无政治的交换。另外，这个敦睦舰队伫咧保留停靠的期间，最后证实有台商起立军舰来翕相。这外交部事先敢知影咧？吴钊燮讲，外交部尊重，而且配合着国防部。这相片拢是保留台商登就空电舰的合照，事实证明敦睦远航有停靠保留，也搁找台商来参加升旗典礼。那呢，这种代志外交部事先知影。执行的时候，我们外交部或者是我们外管就充分的配合敦睦舰队的这些作为。无愿意正式被追问到最后，吴钊燮转为地。他们的演训如果需要跟我们外交部这边做一些配合的话，我们外交部绝对配合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支持国军。支持国军以外，嘛挺翠庵外交来看近期袂少影片释出，拢是各国赞赏台湾，援助翠庵煞被点名，关翠庵进前先建交。我们没有其他的政治目的至于有人有这样子的意见，我们充分的尊重。另外，进前讲用翠庵换美国防护伊的原料，后来证实是开钱买。他们在扭曲这一件事情，就是防护衣的原料现在是全球都在抢料，都在缺料。那我们是透过友好的美方的人士来帮我们确保我们这30万件防护衣的原料。这片翠庵为台湾外交扩展空间，嘛因为这片翠庵，互外交部在过程中承受袂少压力。